你镜头啊所做的天，并你所珍惜的这个月亮星宿别讲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伊，世间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伊，这是一个国王为心内做出来的诗啦。咱想看嘛，国王是上界大呢，下面有万万人可以车见但是这个大胃王竟然伊感觉讲，我算什么？神造天地这么大，宇宙这么大，天顶遐尼侪星，还有月亮、日头啊！我一个国王嘛，算不了什么嘛所以伊才感觉讲，咱人在神的面前实在无算什么。虽然讲人活着日子定在夸口家己外交其实人算什么？是神做的，一切拢在神的这个手下。但是神疼咱世间人，伊使咱活命将来要去带咱去天国。厝边隔壁大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和乐，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喜信。现在为你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在咱的节目中间，咱今日又搁邀请到赖英虎团队在咱节目中间，要甲咱讲解英语的问题。我只要来问赖团队一句话一般人讲国语叫做九牛一毛，若台语算起来就是九牛一毛，是安那九只牛一只毛尔。这句话真趣味叫做九牛一毛九牛一毛这实在是古早的一个成语这有一段故事啦就是汉武帝时阵有一个将军叫做李陵伊就带5000步兵侵入这个匈奴的这个国境互8万的骑兵甲围住但是因5000人尔对付这5万骑兵犹原会当杀伤1万外的敌人啦所以讲起是足勇敢足勇敢，但是因为马粮食都无钱用了所以这个倒转来的路嘛互人踢掉无办法都要停战都要投降这个投降了后，这个汉武帝知影了真生气你知迄阵真出名这个司马迁伊就认为讲这个李陵应该是功劳真大，5000人会当杀伤1万外的敌人迄阵是8万的骑兵该围住的讲起伊这个勇敢甲这个功劳实在是真大所以虽然讲投降这会当将功补罪但是这个汉武帝真生气，就来将这个司马迁甲关在监牢里。过当年又搁有这个谣传来讲这个李陵为着这个匈奴来练兵，汉武帝就听着哭气足气，所以将这个李陵的老母甲李陵的太太甲掠去杀。迄阵有一个奸臣叫做杜周，拢迎合这个汉武帝的意思。汉武帝一生气，伊对伊讲气话来陷害这个司马迁，将这个司马迁甲用这个上界残酷上界体辱的这种腐刑腐刑就是叫做宫刑司马迁受到这款这种残酷的这种刑罚，伊实在非常的痛苦，伊直想要在监牢内面自杀但是转念一想参像我这个司马迁这么卑微的人，在皇帝眼中不过参像9只牛一支门无去所以迄个时阵伊想到这个我若是去自杀，王无甲我当作一回事所以会惹人啼笑，不但袂当得到同情，还会互人笑这款代志何苦来哉，何必去做呢？
所以就来化这个悲愤做力量，立志吼，用伊剩来这个生命将这个书记吼，一本真出名的这个历史题吼，给写起来，勇敢的活落去。伊伫写批互伊这个好朋友吼任小卿的时阵，伊批中就提到讲我若是死吼，敢若九只牛吼，挽一支门起来尔啦。所以这个九牛一门的意思吼，就是甲你讲极细项的一项代志啦。也是你譬如讲某一项物件，还是讲某一种人才，是这个真多数内面的一小小的部分尔。它就九只牛吼，身躯顶面的一支门同款。所以若你讲到这个极小的代志，就讲这敢若九牛一门同款，九牛一毛而已啦吼。咱即马来想到讲，这个圣经内面吼，古早一个大卫王，伊是国王呢，但是有一天暗时吼，伊出去到外面吼，抬头看天，在这个诗篇第8篇内面吼，第3节吼，到这个第5节内面吼，伊讲我观看神啊，你镜头所造的天，并你所珍惜的这个月亮星宿便讲人算啥物？你竟然顾念伊，世间人算啥物？你竟然眷顾伊，你叫伊比天使较美细一点并使伊荣耀尊贵做冠冕。这是一个国王为心内做出来的诗啦。咱想看嘛，国王是上界大呢，下面有万万人互伊车遣但是这个大卫王竟然伊感觉讲，我算啥物？神造天地这么大，宇宙这么大，天顶遐尼侪星，还有月亮。日头我一个国王嘛，算不了什么嘛一点点囝嘛，敢若海边的一粒沙嘛，算啥物所以伊才感觉讲，咱人在神的面前实在无算啥物。虽然讲人活着日子定在夸口家己外交其实人算啥物？是神做的，一切拢在神的这个手下。所以咱人无啥物值得骄傲所以但是神疼咱世间人，伊赐咱活命将来要去带咱去天国的永生只咱来相信耶稣，接受洗礼耶稣会保护洗净咱的罪，咱将来就有得救进天国的愿望。神互咱比天使小一点因为咱不是属灵的，咱若属灵的，咱就免得病痛痛苦但是神赐咱有荣耀的冠冕，将来要将天国的福气赐予人。咱信耶稣接受洗礼就真尊贵，也做神的囝这是何等大福气所以讲人虽然真美细神犹原疼咱咱想到这个九牛一门极细这样代志，咱也知影唔当因为真细这样代志结果才影响到咱的生命，安尼咱就真可惜了在圣经内面马太福音第5章这个29节30节耶稣有安尼讲若是你的正蕊目睭互你绊倒，你就甲挖出来甲弹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无互全身躯跋落在这个地狱内面受苦讲若是你的正手互你绊倒，你就甲扑落来甲弹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无互全身躯落地狱。这段话也是你甲咱讲啦讲咱人有当时是因为小小一点错误因小失大。敢若讲法律几若百条啦，犯一条就犯罪变做罪人人就看袂起你，甲你踢笑同款咱若因为一点罪互家己说将来袂当去天国享受福气，安尼咱赶紧将这个罪甲除掉咱有啥物歹行为歹习惯，咱赶紧甲除掉袂影响咱的生命互咱将来会当去天国上要紧所以耶稣这个意思毋是讲你会将目睭甲挖掉你会将手甲剁掉，毋是这意思。是讲咱人有小小的错误，会影响咱将来进天国来得永远的活命。安尼咱就趁早将这个小小的、极小的物件、唔好的物件，赶紧甲除掉，才袂因小失大，才袂失去永生。所以咱真感谢罗传道今日甲咱讲这个九牛一毛这个建议所带来一寡人生的智慧，甲神的救恩。确实有影，咱人面对着神，像大卫所讲的，这那微细安尼。咱人伫这个生活中间有一寡无好的习惯，是影响着咱行这条天国的道路。咱人赶紧甲伊放杀，靠耶稣基督保护来甲伊除掉，来当来用心来查考，用心来改变咱人的这个生命甲行为。咱相信，咱伫生活中间的确会当成做更较大的这种恩典伫咱的身上。咱
真感谢这个大团队今日甲咱讲这个智慧的话。愿咱每一天拢会仔细来思想咱所讲、所行、所想的一切，咱每一天有啥物缺点爱知影，爱来改进相信对咱的一生、对咱的生命有上介大的帮助。咱是耶稣的一张被，写着伊对咱的爱，信心仰望写在心房。咱是耶稣的一张被，为着要逃放咱心中的苦楚。为着要使咱永生的活命，伊甘愿来到这黑暗世间，为着咱来牺牲。伊用爱疼惜咱心真感动，用咱一世人来纪念。用心体会，定定欢喜，亲情朋友拢看见，圣灵帮助五路宣扬，咱是耶稣的一张被。咱是耶稣的一张被，写着伊对咱的爱，信心仰望写在心房。咱是耶稣的一张被，为着要逃跑咱心中的苦楚。为着要使咱永生的活命，伊甘愿来到这黑暗世间，为着咱来牺牲。伊用爱疼惜咱心真感动，用咱一世人来纪念。用心体会，定定欢喜，亲情朋友拢看见。